先车先来看宜兰市的朱航路甲雪峰路口，早起一台客停车甲幼儿园的校车相撞，校车并车，车顶12个囡仔甲一个老师吊伤送病院，加在拢无严重，两个驾驶拢无啉酒。初步嘛调查讲，这台校车嘛无超载的问题，事故的原因搁会调查。 一台幼稚园车是冰雹倒伫路边，挡风玻璃拢破去，囡仔的册包搁留伫车内。宜兰市朱峰路含雪峰路口，一台计程车含幼稚园车相撞，在囡仔的车变去，好在两台车的人拢轻伤尔。幼稚园的学生经过消防人员初步处理了后，一个去咧救护车，因为受伤是大家一直喊，拢总送去急救。根据统计，这个事故总共是12个学生和一个老师，13个人受伤。来的时候已经快要过马路过十字路口了，那个被计程车撞到。我在上班，赶快请假过来。哦，还有吓到？有啊，愣了一下。我嘛紧张。 看到就来不及了。你看，在事故发生了后，囡仔的家长是较紧去病院看囡仔。计程车的司机讲，家己嘛有载一个囡仔，车速无偌紧。幼稚园车的司机是无愿意加讲。这个事故是发生在早起的8点9分，在雪峰路主干道的计程车载一个囡仔，驶到朱航路含雪峰路口对边啊，弄到一个对朱航3路出来的幼稚园车，弄到并车。那详细的肇事原因有待后续的调查厘清。那本分局也在此呼吁驾驶车辆行经5号字路口，应遵照道路交通的标志标线来指示来行驶。警方初步调查，这两台车的驾驶酒测单拢是0，无啉酒驶车。详细事故的原因搁要厘清。县府初步调查，这幼稚园车会当载19个人，事故的时阵车顶连司机敢若13个，无超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